这个所在呢，用就是对其他的所在、其他的人讲。啊，这个人今仔日甲报酬就用1000块的意思，他就讲，你着做评鉴，伊这意思做评鉴就是讲，啊，迄个人强养我偌济，差不多你应该要强养我偌济，迄个意思。所以讲，佛所讲的这五种，拢是贪嗔痴的心念，众生的平用意念，拢是伫咧求名利、名利心，这拢属于邪理吼。啊，因为吼，我个资料找到这个啊，后壁佫有正情、正念、正定啊，啊，我就讲到这里。